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神使人得胜。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这是大卫说的话，也是他战胜歌利亚的原因。当我们面对任何事时，要把眼目专注于全能的主，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我们要定睛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诗篇47篇说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古代两军作战之前，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，属神的军队会拍掌并呼喊说，神必使我们得胜，使仇敌吃瘪。所以我们用夸胜的声音呼喊说，耶稣基督已得胜，十字架永得胜。向神拍掌欢呼，是得胜者夸胜的表现。有一位弟兄在得救之前，在魔鬼的权势下说咒诅的话，得救以后，他在一个聚会里认识了赞美主的真理，但是当他开始赞美时，魔鬼就忙着阻扰他的赞美。魔鬼是如此大的压力在他里面，以致他几乎受不了。但他说，我要赞美主，他一直赞美着，敬拜着，直到那压力消失。
如今这位弟兄满意着对神的赞美和敬拜，他以赞美来夸胜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医师，医术十分高明，由于工作过度而变成一个吸毒患，以致无法继续工作。她做护士的姐姐很关心她，想要帮她除掉这恶习，但这位有病的妇人，这位医生却狂怒的起来，更厉害吸食可怕的毒品。这是一场剧烈的征战，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有什么有效的医疗方法呢？于是这个姐姐祷告神，她祷告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觉得祷告通了，就开始赞美神。这位有病的妇人，这位医生在清醒的时候也祷告，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动静。有一天，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向神叩门并承认他的罪，然后神的平安进入了他的心。他开始赞美感谢神，胜利于是来到，他被释放了。现在他活着的爱耶稣，侍奉主，成为一个得胜者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。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